每到了农历年节，客庄都特别的热闹。除了棒龙之外呢，就属这步马阵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传统阵头。描述的是状元郎骑马荣耀回乡，但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摔入了泥坑。还好众人齐心合力解决了困境，也顺利的上路。其中呢，这公卑婆喜气相随，沿路撒糖果分享喜悦。整个的剧情是彰显了客家人的团结坚韧。热闹阵头，寓教于乐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也要带您来看看。腊月天里，空旷的田埂间是锣鼓喧天，步马阵头到，黄澄澄的油菜花都随着鼓点摆动，欢乐气氛连冷空气都被驱散。参与嘉盛步马阵的婆婆妈妈，每回粉墨登场都是全力以赴，因为在客庄，这又称牵步马的步马阵，三进三退，剧情其实寓意深远。贫穷客家状元郎骑步马回乡，却摔得人仰马翻，但是众志成城，化解困境，凸显了客家人的团结坚韧。公卑婆也替自己的角色定位。可以了，我后面有。公卑婆就是说，公卑婆啊，比较喜感。看长得丑小，很丑的人呐，知道吗？戏服步马虎，大伙七手八脚帮忙下，终于打点好。哎呦！倒是今年已过70古稀的理事长，也就是这位状元郎了，说这传承是件苦差事。好的时候要就像马这样跑啊，就这样啊。对，当然是会的。年轻的时候就不会的呀。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。也对，婆婆妈妈平均65，武将军都80有4。嘉盛里土生土长的张永昌，对于这传统技艺的传承有着深深的危机感。未来我们这边也会成立步马阵研习班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社区妈妈，找年轻人这一辈，因为83岁真的蛮老的，到时候真的没有传承下来，不知道谁会。就这样，小小步马阵头也渐渐成型。状元郎喜气归乡，抬轿阵头一个不少，重要角色演来有模有样。八旬婆婆带着8岁孙，跟着阿昌传承的步伐，要让这客庄和棒龙齐名的嘉盛步马阵头全台行脚，继续热闹下去。状元郎策马喜回乡，公卑婆撒糖庆荣归。在建国100年氛围中，这一出步马阵，遇见客庄浓情100%，也遇见我的感动时刻。